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有民众伫咧桃园的南坎买一块煎鸡排80块，但是一喙加落去，这个鸡肉是有够薄，薄甲亲像一张纸。伊就抛去伫网络，讲真无奈哦，买到一块鸡肉纸，结果是引发着网友热烈的讨论。啊，卖鸡排的店家是来背回讲，每一块鸡排要放落钱进前，拢会称重，绝对无欠斤欠两。比面较大片的鸡排，整甲金黄金黄，看到真好食款。鸡排是台湾的国民美食，伊也毋过有民众铺上网络咧控诉讲，伊开80块买鸡排，薄甲敢若纸，互伊可笑。80块买来一张鸡肉纸，这个文章引起真侪人咧讨论。有人当作讲是葱仔饼，敢是用火锅肉来做鸡排？有人讲鸡排甲钱同款变薄啊。侧面图我觉得没有办法去评理，但是看起来很薄，没错。可如果它是很大片的话，觉得当然不止80块啊，这个根本就是肉质吧。用共介绍的鸡排做一个比较，一般的鸡排拢真厚，也佫红豆熟的这块鸡排真正有较薄，袂输纸同款。对，直接放上去。是6两，对。味豆熟的头家讲，因家的煎鸡排无共好，是因为手感的关系，难免有厚有薄。压制的动作是要让它均匀收入厚薄一致，所以它后面这一片它会比较薄一点，但是它整片是这么大。头家强调讲，虚心接受批评，因为人客开钱买鸡排转去，食了无欢喜，啊这鸡排有厚有薄，想不到会引起大家这热烈的讨论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